就惊这个新冠病毒甲流行感冒相停夹杀。今年下当来自公费流感预防车的民众是真热烈咯。像这个台中市已经去住过的人，比去年同期加出着2倍。为着要让民众方便，台中市30间的卫生所今仔日拢加班无休困。疾管署讲，嘛会加速度来配送疫苗，互符合资格乡亲拢注会到。双十连假的头一天，台中的北区卫生所人是真多，有家长带囡仔，也阁有时大家己来，大家拢要来注公费的流感疫苗。这透早9点外已经排100外号，毋但北区的卫生所，台中30外间的卫生所，伫咧连假的头一天拢加开门诊，医护人员嘛拢加班。他那个幼稚园放假，所以才特意带他来的。他们8点半上班，我8点到这里，早一点来是满屋子都人。知影讲想要注射的人会真多，所以卫生所嘛准备好充足的疫苗。因为我们明天跟后天是不开诊，所以我们把明天跟后天的量挪到今天来打，一天是要打220次。全台湾公费流感疫苗的采购数字到底有偌济？台北是准备715000剂，台中参高雄拢是73万剂。台中市卫生所就讲，因为今年无分阶段来注，所以就出现民众拢集中伫咧病院还是诊所要来注射的现象。对10月初讲第一天开始来注的人，就已经超过去年的2倍。另外要提醒民众，这病院也是诊所，有真侪拢只是连假头一天有加班，拜6礼拜拢是休困。若是要去注射，爱会记你问清楚。